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亂屌河馬。今日我哋就嚟傾下呢單嘢啦。6月17號，以色列軍方就出嚟話佢哋搞掂咗伊朗一位好高級嘅軍頭，叫沙德馬尼。傳聞話沙德馬尼當日喺德黑蘭市中心自己個辦公室開緊個軍事會議，召集緊啲部隊頭目。點解要開呢？就係因為早幾日以色列啱啱對伊朗發動過一次行動，伊朗肯定唔會就咁算啦，都準備要還手，搞啲導彈計劃還擊翻去。點知就咁啱俾以色列嘅特工截到消息，知咗佢哋個會議嘅位置同時間之後，就有人喺佢辦公室附近擺咗火箭彈，直接一發打入去。結果沙德馬尼連埋啲軍官一齊冇咗。講真，呢個沙德馬尼都幾黑仔，接手做中央軍司令都只係頂咗4日嘢咋。佢之前嗰位司令叫拉希德，就係6月13號嗰次以色列進攻入邊俾人炸咗，所以佢臨危受命。點知4日後自己都一樣下場。講翻以色列今次嘅行動啊，佢哋打伊朗呢，其實分咗3步走。第一步先炸咗伊朗啲防空武器、導彈陣地、無人機基地，連埋啲雷達都清晒，搞到空中冇對手，自己啲飛機飛嚟飛去都冇咗。第二步開始重點搞人，唔係炸大軍營或者基地，而係專門對住啲指揮官、將軍，甚至搞核研究嗰啲人落手。目標係一個個點名清走，好似總參謀長巴蓋里同革命衛隊司令薩米拉都中招冇咗。其實以色列打仗有個特色，佢唔係話先打士兵或者啲大武器，而係先搞腦袋，直接打散對方指揮系統，等你下邊啲人冇人指揮，自然亂晒大龍，連還手都亂。以色列呢個民族啊，報復心真係勁強嘅。你話之前有人搞咗佢國民，佢就誓要追到天涯海角都要攞翻公道。好似今次講嘅辛巴爾咁，最後都俾佢哋收拾咗。佢哋就係要俾對手知道，你以為你對我做咗啲嘢，國際上嗰啲所謂朋友仲會幫你講好說話？冇門啊！我一定要令你付出代價。同埋你睇佢打真主黨都係咁套路，唔係先搞底下啲人，係輪住搞首領，一個一個咁清理，搞到後尾啲人都唔敢接任做頭，因為知道坐嗰張椅都係坐幾日咋，冇人敢輕易接手。打伊朗呢次都係同一招式，先鎖住將領清咗先，你新接任一個，我再送你走。你話係咪翻台率極高？好似今次講嘅沙德馬尼上任得4日就中招，話幾黑仔就幾黑仔。咁下一個接任嘅人心入邊唔多唔少都會驚，會諗我頂唔頂得住幾耐呢？以色列咁打，除咗打人，仲係打心理戰。等對手嘅領導層日日都心驚膽跳，心理壓力爆燈，邊有人想死啫？咁可能有人問啊，以色列點解今次要搞伊朗咁狠啊？原因其實好直接，就係唔想伊朗做得出核武。因為以色列判斷伊朗距離真係做到出嚟，可能就係幾星期嘅事。到時如果真係有埋呢樣嘢，以色列就日日都要擔心對面幾時攞嚟威嚇自己啦。你都知歷史上兩邊係死對頭嘅，伊朗以前仲成日講啲狠話，要將以色列徹底消失。咁你話以色列會唔會驚？所以以色列寧願提早出手，都唔可以等對方搞掂咗核技術。今次打擊個核心目的就係想一鋤頭打爛佢哋做核武嘅可能性。今日我哋就圍繞住今次打仗，順便同大家講下伊朗核問題背後嘅前因後果啦。其實講到核武器，大家都知最早係邊個搞出嚟嘅啦，就係美國人。二戰臨尾，美國就成功整咗原子彈出嚟。嗰陣時納粹德國都想研究，不過美國搶先一步，先整到手。後來大家都知啦，美國喺日本嘅廣島同長崎各丟咗一粒，二戰就此結束咗。當時蘇聯一睇，哇，呢個武器咁勁，心入邊呢都驚咗一驚。所以戰爭一完，蘇聯就火速將研發核武列做最重要嘅國家計劃。好快自己都做到，跟住仲有氫彈，威力更加大。咁美蘇兩國就一路陷入咗冷戰對峙。如果冇核武，蘇聯面對美國心都唔安樂啦。咁之後英國同法國都整埋核武自保。至於中國，1949年改朝換代之後，當時同蘇聯關係唔錯，蘇聯就偷雞幫咗中國啲技術，派咗好多專家嚟教點樣建核武。不過去到55年呢，中蘇翻臉，蘇聯專家一走，中國冇辦法，就自力更生搞咗個叫593計劃。目的就係要靠自己爆一粒出嚟，結果到1964年終於試爆成功。但係當時美國同其他又係國家心裏邊都唔放心啦，因為中國好難捉摸，同蘇聯唔同。再諗深一層，如果放任咁搞，再過20年，可能成個地球幾十個國家都有核武，咁到時一打起仗嚟，大家互丟核彈，咁世界唔亂晒咩？所以喺中國整核彈嗰個前後啊，美國、英國、法國同蘇聯呢就坐埋一齊傾，話唔得，得快啲定個規矩。有嘅就算，有核嘅就認，冇嘅唔准再搞。咁1968年就誕生咗呢個核不擴散條約。條約有講，1967年前做咗核武嘅國家就承認，之後唔俾其他國家再搞。啱啱好，嗰陣得5個國家：美國、蘇聯、英國、法國同中國。咁雖然當時中國仲未正式係聯合國常任理事國，但之後1972年恢復咗席位，就名正言順成為5常之一啦。
其實呢個安排講真係咪公平啊？就真係唔公平。但呢個係現實選擇，等於五大國獨市咁，其他國家都冇得玩。咁講到核武器，點解而家得5個大國可以有，其他國家唔得？其實都係因為呢5個國家就係聯合國嘅常任理事國，地位特別，國際秩序就係咁設定咗。你話公平唔公平？肯定唔公平。但係如果每個國家都有核武器，世界唔單止唔公平，連大家最基本嘅安全感都冇埋。所以核不擴散條約講得好清楚，除咗呢5大國，其他國家唔可以再搞。但實際情況係咩呢？之後都仲有4個國家用咗秘密手段攞咗核武，分別係印度、巴基斯坦、以色列同北韓。咁點解話伊朗如果有核武會更加危險呢？因為你睇印度同巴基斯坦，其實兩個係世仇，佢哋整核武主要係互相掂住對方，好少話會攞嚟威嚇其他國家。北韓就更明顯啊，呢20年都係防守多過主動出擊，佢想活落去，靠核威懾撐住自己，所以好難話突然間會用核武打其他人。但係伊朗就唔同啦。西方國家成日覺得伊朗一旦搞到核武，咁呢個國家加埋佢背後啲勢力，對世界秩序就真係威脅好大。你諗下，如果當年阿富汗或者基地組織有核武，咁就唔係用飛機撞大樓咁簡單，可能直接丟炸彈落去美國本土。所以喺咁多國家入邊，伊朗真係屬於高危嗰種，所以多數國家都認為伊朗唔可以有核武。咁點解過去啲咩伊核協議啊、國際談判啊，其實效果都唔大呢？因為伊朗好似北韓咁，佢一心一意就係要搞到核武嚟壓住人，靠談判只係拖時間啫。你睇翻北韓就知啦，美國以前都諗過搞外科手術式打擊，結果最後都係冇落手。之後北韓咪真係成功咗咯。咁到伊朗，如果今次都唔打，將來肯定都搞得掂核武。但係打伊朗，美國自己唔一定要出手，因為佢有個最強嘅代打人以色列。以色列咁多年喺中東都係強硬派，周圍啲國家都對佢有啲忌憚。再加埋而家好多阿拉伯國家同伊朗關係差，甚至憎伊朗多過憎以色列，所以對以色列嚟講，今次真係天時地利人和，一出手就對準伊朗啲敏感地方嚟打。如果真係打到伊朗啲核設施徹底失效，講真，對全世界嘅安全都係有貢獻嘅。雖然用武力手段都有佢嘅限制，但係同談判比起嚟，直接出手往往快啲見效。好似伊朗咁嘅核計劃，如果真係放任佢搞落去，後果唔敢想象。所以以色列今次嘅行動雖然外界爭議好大，但其實必要性真係唔可以忽視。歷史上好多例子都證明，一啲國家一旦攞到核武，政策會變得更加強硬，行事更激進。伊朗如果成功咗，中東成個權力格局都會變天，可能仲會引發新一輪嘅地區對抗。所以今次以色列嘅行動唔單止係敲打伊朗，更加係提醒全世界，核武器嘅擴散一定要被壓住。當然啦，咁大動作都引起咗外界討論。有人話用打擊方式雖然可以快啲解決問題，但都有可能帶嚟更大嘅報復風險。不過睇翻現實，伊朗嘅核計劃已經去到臨界點，再拖落去，局勢好可能失控。所以雖然爭議大，但以色列呢部棋戰略意義真係唔少得。講翻細節先啊，大家應該聽過，早排以色列嘅特工團隊喺德黑蘭附近一個倉庫偷咗伊朗大量核文件，入邊有好多做核武嘅機密資料。呢位檔案一曝光，就令美國退出咗伊核協議。以色列透過呢個行動，好直接咁向國際社會證明伊朗冇講真話。雖然呢種做法好有爭議，但係目標好清晰，就係唔俾伊朗搞核武。再睇技術層面，今次以色列嘅行動都可以話相當利落。佢哋先打爛咗伊朗嘅防空系統，再精準咁打擊咗一啲重要軍事目標，令伊朗嘅指揮鏈差唔多癱咗。最犀利係特工同情報網絡配合得天衣無縫，證明咗以色列喺情報戰同精確打擊方面真係有一手。就算面對其他大國壓力，佢哋都成功執行到行動。不過我哋都要留意到啊，咁做未必冇後果。伊朗嘅核計劃本身已經好敏感，而家咁一搞，如果佢反擊，局勢又未必好控制。但問題係，如果等佢真係做到核武，中東就有機會陷入一種核威嚇嘅氛圍，對全球安全都係隱患。所以對國際社會嚟講，點樣喺阻止核擴散同埋保持各國安全之間揾到平衡，真係一個大考驗。以色列今次嘅做法雖然直接，但背後嘅邏輯就係，只要威脅到自己安全，無論點都要先壓住先。呢種方法唔係完美，但就而家呢個局面嚟講，可能係最實際嘅選擇。最後呢，我都想講多句，核武器嘅擴散係一個全球性問題，唔係邊個國家單靠一己之力就搞得掂。以色列今次嘅行動可以話係一個警示，但係未來要真係長治久安，仲需要各國一齊合作，唔可以淨係靠打。同時，而家要做嘅就係盡一切可能阻止伊朗真係攞到核武。呢一步對維護全世界嘅安全真係好關鍵。